日里金钟映，6月里荷花爱自新。7月凤溪下金金，8月桂花望日君，9月里菊花开满庭，10月里芙蓉笑丫头。11月凤溪下喷喷，12月腊梅为人情情杨婆相公，路上不必不留影。相公快来，你来看桃花桥面绿荫。酒一定是桃花酒，另一定是小不小料，不知是谁将迄今出门而来。你呢？那必大不得仔细去加问一声。哦，相公，你等一等啊！喂，这地道不清啊！请问这桃花轿请夫小姐的是哪家千金啊？那是知府千金。他是做什么去的？庙中为女去的。哦，庙中为年去的。怎么样？相公，我知道嘞。是谁？喏，是继父千金到庙中还女去的。继父千金。一定是官将之女，漂亮姑娘。好，杨芳，今天河北大路而去来，不及了，往小路鸟道跨对。哦，快来。
是来到人间，有什么心里话儿，尽管讲来，我又不是外人。是吗？那好，你讲不下去，我带你说吧。等你，我家小子心怀良，是我把他来养大，如今年方已成长，望神灵保佑他早点子。因我是多在家中，少次往来，今朝来到出门，你来看，这庙中的小菩萨，我还没有背回来，我还要到各大地去背一背。好，买得今日出来，那我就陪你一同去看看吧。好，是吗？陪我来。好子。哎，你可不了，没关系，小子们在这里呢。哎呦，话就来定着，两笔小弟还没有结缘，怎样？进去一看。哎，菩萨，鬼鬼大做上宝，你我两人摆上一摆，今天有了好用的。来尝尝一番。相公啊，为什么还是看西的？没有小弟开讲。相公啊，小弟交往在这里，人不在这里，依我看啊，肯定是个儿园去玩耍去了。有自己，你在逮捕小人，我在这边找你。要是找到小弟了，你马上叫我一声，他可是分水嘛。了解了一次带归发庙堂，几次亲自陪我想。我是
原来是请问公子你？我啊，不是知我而人当嘞。哦，原来你是知我而人，难道你不能书生也幸福不成？啊，只是你真漂亮啊！哎呀，那没有事哦，先走了啊。你，这是什么？哦呦，这么漂亮的楼盘，地上地上岂不是肮脏了？哎呀，真伤不得。好香啊！楼盘上面还有写着你根不甜，名叫荠菜肉。哦，原来小姐乃是即将起京。哎呀，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？要我找都找不着，不知道他家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小姐，哎呀，是什么事的呢？我家小侄楼不过死了。啊，你是谁呀？啊，我是知府的侄娘。哦，方才想起到两个人的字，莫非就是你了？对我家小侄认识啊，不认识。可是小姐失了楼拍了，被我拾到了。楼不被你拾去了。那公子，你就送来我家小侄吧。不，没有这样的便当。那公子你要什么？那既然我楼拍外给予你，你也要以我一招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请问你一句话，不知道你家小姐多大了？啊，我家小侄嘛，今年归更16岁，与我一样大的。你问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随便问问。哎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不知道你家小姐可以嫁人啊？你这位公子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我家小侄年纪还轻，还是贵重上里出个。哦，外行啊！公子，话一讲明，请你送外路。那好，我就明外与你。侄女啊，快来！我来了，姊妹快来！人家叫你了，你快走嘛！哎呀，这个师娘真奇怪，为什么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了我这个？他为什么知道我是个疯女精？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哼，不管他了，杨芳，来，我们回家去喂酱去了。小姊妹没有找到你，你不找到我就找到了。哦，你老早就看过了。你哟！哎呀，相公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好，回去吧。哎，不是这里呀！不，相公，你个老婆子让你去讨你。好吧，这么可怜，就找他5两银子嘛哈。那我就少给你5两银子。好，你快回去吧。好了，相公来了。我家相公啊，今日虽然没进到这地，每日这个书房里，当不是我叫他们来接去有春去。相公他来。黑妞，不走人与你相会。黑妞是谁呀？黑妞，你在哪里呀？哎，黑妞来了呀！黑妞，相公弄错了。相公，你每日里在这书房里吹牛的，叫的是谁呀？
你们不知道啊？那一定当花轿的小姐，生得是似花容月貌，哎呀，真是美样细致呀！真把我快得哪一位家都死了。哎呦，我要亲娘！我倒是为了什么？原来我家相公啊，正去想死定嘞！哎呀，相公，你看见那个小姐是不是很喜欢啊？我哪有到庙道去见她？妈嘞！相公，你到庙道去接她是接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可知道那个庙道的景象啊，一年只有一次，你呀要等明年的那个今日才能去呢。要等到明年今天。哎呀，我真能等得想起。哎，相公啊，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小姐？当然喜欢了，没有喜欢，我怎会老叫着她的名字？哎，天娘，又天娘，又要吹牛，相公啊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既然喜欢于他嘛，何不提去提亲啊？提亲？要是我弟弟不答应你，弟弟不答应，我有个好办法。快讲。你呀，我把老爷叫来，你嘛在这里装病，叫着鸟的，那我去你旁边当气，说说话。哎呦，叫我找姜饼，好多的人怎能生病呢？那我来问你，你那个小姐还要不要啦？当然要啦，要嘛就得长起来。那好，我就听你的话吧。那走下来，摆起来。相公啊，来，我给你绑起来。这样子像不像啊？像了。相公，你叫几声我听听。哎呦，倒有些像。我要亲，我要娘，想起了。等着，快去把老爷叫来，快去叫我。老爷快来！老爷见他一见，哎呀，老爷快来！哎呀，老爷，相公不对了！哎呦，相公怎么了？相公他生病了，快来！生病了！哎呦，儿郎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弟弟，快起来，儿病不会好了，我快要死了。哎呀，儿郎，你几成就正好死啊！我头痛。哎呦，我要亲，我要娘，要亲要娘。哎呀，儿郎，这算是什么病啊？哎呦，我肚痛。哎呀，老爷，哎呦，老爷，相公啊，他要亲要娘。是说他要吃亲吃娘，到他家之中，快去买来小菜，买来娘。相公要的亲娘呀，是买不到的。难道他家之上连亲娘都没有吗？老爷啊，我就实话对你讲吧，相公啊，不是要亲要娘，他是真想死定嘞。你是什么啊？弟弟真的？哎呀，弟弟，儿年纪也不小了，今年12岁了，应该要提亲了。弟弟呀，我问你说家，我今天与杨夫两人到外边去，看见位小姐，容貌生得真漂亮哈。弟弟，你也看，一定欢喜她，快去提亲嘛。儿郎，只算是此，这位小姐生得是花子哟，那她是提家起亲啊。即将起亲，提家起亲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提菜鸟，就是菜鸟。难怪你都不懂我的心啊！菜鸟要是牛。哎呀，弟弟，倘若你今天不去提亲啊，快起来了，你的命就不长了。哎呦！好，儿郎，不要，老爷，不要快提去提亲！你可知道那个单相思啊，可要是
生病生居了，有命不保的。哎，对，这么严重哎呦哎呀，老爷，可以理清了。快不想过正治，等我坚持完美事情。哎，对，相公，你个心愿了了，可以回王再交起来。啊，弟，越快越好。哎呀，为哎呀，弟，好了，走吧，快点。哎呀，思想，这里想自家愿望，当初军哥也是同朝为官，倒不是定国下去亲戚一封，命他姑父，两人当面可是十股情伤。求你不知从我而来，送着东吗？为我起来之后，人好与老妻下了，请。到时花了，这新娘和你那个，好像是为了怎么会到这里而来？这预料，宋家臣听他，今次是少爷他是的事，姑姑辛苦，到姑老爷跟前，不领发2两银子。每次父王领我进去，请姑爷起来，姑爷赏你。那赏你2两。好，谢姑爷，那我走了。去吧。见过老爷。起来，你来领赏。是呀。喏，我赏你5两，拿去吧。
谢老爷。你回来，那个公子真是夫人，夫君，那一年陪你上京归考，心到尽美，我往追到东宫过过，我料想夫人你为什么一去数年，终其之语渺无音信？我问你，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？今可是面对我那狠心郎，这次我痛苦一那一年，一难上。
了我情泪脏。夫人啊，你莫难过嘞，莫难熬。我病痛是洪王之意，把情伤，我心中只有你为难情，在成婚常与他来同房，做了家亡命生子到了道，脚下官种种传夺到今朝，为了你我怕人死去泪当亲，破了今朝。泪下我未来原谅你。今日你我难得相望，你可知道我女儿有一子？孩子你想我是王花闺女，生下儿子难以做人，我姑妈将他抱到外面，到如今不知下落。不知下了。是的。哎，可有什么病人，也可有什么哀啊？我就把你送酒的分药金挂在他的身上。不要想我们夫妻相会，我们来自就见不到了。你总要慢慢当听，找到他的下落。你给是这啊，是呀你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师娘在哪里？这里啊，在哪里？我要打死他！他为人不正，违规于我老爷，切得不得！老爷，师娘在哪里？让我走开！我要打死他！我要打死他！他在哪里？怎么好了？老爷，你这10多年来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为什么与师娘两人勾勾搭搭？非是师娘，就是我的妻子名叫慧兰。啊！我不相信你，哪一个是你的妻子？我就是你的妻子。美香，小姐，师娘到哪里去了？她已经走了。她走了，我一定要去追她回来。我要打死她！怎么这样办？娘子美貌上天子，你我有缘结连理，爱缘
归水了，为父母高兴都来不及你。娘到哪里去了？哪里去了？小姐，我也救命啊！子妈，不要多虑，皇后早上出了什么事啊？小智他要打我来了。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打你？并不无辜的，为什么要打你呀？小智，这不小么？这里的老爷却是我的丈夫啊！想不到他与你侄子结为夫妻，我们夫妻这多年不见，今日相逢，他出意大方，今日非当死我不可，只要小智姑爷为我做主。来到如此事来，贵人，是娘你放心好了，与我担当。这就是此无理，人家夫妻中原，离开高兴，他尽管前来打我之娘，你都要为我做主。娘子放心，放心。子妈，这件事我与贵人与你做主。多谢小是娘智。辛苦了。哎，贵人，怎么？其实这件事已经成了，只是他蛮不讲理，倒不是弟弟跟前受过轻伤啊。这倒也有道理。那好，我们到弟弟那里追一趟啊。是娘一同去。子妈，快来！这件事呀，我为你做主，快到我家弟弟那里去。是带路。行，岳父怎能够讲出真实话？大好之事，这里是此去美不准，恰是为子娘，快来！叶公公的很生命大了，叶公的这里美香来。子娘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姐姐在这里太无理了。是他，你说什么呀？啊！姐姐，你太无理了！为什么无理？我虽然刚嫁到你们这里，离给军中长辈，小上你这个侄子，想不到你竟是此无理，大骂我的子妈来了。我家子妈虽然有事做错，与我贵人为党，与我贵人为马，也领不着你来拷打啊！儿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啊！你刚刚家府里的新娘子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竟过来教训我来了！不要叫你贵人教得有趣。你道你家贵人是什么人？是奴隶来的讨上亚洲哈！你这个小先生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弟弟，你我讲个明白，姐姐为什么说我是道上严重？那我的亲爹亲娘在哪里？你快讲啊！儿郎，事都是真，为父不瞒你讲，这16年日来，为父瞒偏见的事都是真，你便是为父的亲生儿子啊！那我深深无谋呢？这里为父既为之
京的路上，将你杀累的，也不知道你生身无母亲。那不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不，说什么？这是我的。谁是我的儿子？是我家的专家之宝。自从那年我在地龙之中与未来定下终身，月月分月经作为凭据，不要想他是我们的儿子啊！分月经是一米还是两米？有2米。那么有一米呢？在你父亲身上好了。哦，真的。弟弟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的确是为父将你收为那是在庙堂之中，我见了分有建业心中痴女，今日老爷之人这么生，乃是我的亲生儿。这位是你们的亲兄大人的万不行，给我去分月经来。要不小东西啊，原来人家多了。你是难道是保真经在方得得，父子相为了？巡州大人，快！听我快来，真的有2米分月经，这哎呀，我不结果大嘞！儿拜见弟弟母亲，弟弟母亲啊！我的阿弟啦，虽然你不是为父亲生骨肉，可是从小为父将你抚养成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忘忧。我对你的一片养育是恩顾。刘大人，岂是放心？你将我儿养大成人，从今以后就一直定为了望。不得了，弟弟，我立刻叫他娃做工了。阿爹，来讲啥去哦？我有你的大妈，思想就是你的大妈。虽然你们为夫妻中为，可是我将军儿少不上命也十分苦的。他也是一个苦命之子，王爷心困在老夫份上，你不要与他之间好。有我放心。几个大妈妈，哎呦，跑起来，有点难为情个。几个娃子个，吃来回来，老爷，你与我女儿姊妹相称，倘让我女儿遇事走错，望你切莫见谅。老爷放心，我与他同赴家郎，好事随早一步。好，一切都愿，还是进来还都愿进去吧。弟弟去吧，去。